疝气手术是外科医师常看的手术之一。根据台湾健保资料的显示，台湾一档大约有4万名的患者因为疝气来接受手术，其中以腹股沟疝气大约占90%以上，男女的比例大约是9:1。台南新老病院直肠外科的医师高胜勋表示，过去传统的手术，不管是自身的组织张力缝合，或者是无张力的网膜修复术，因为空喙大，后来随着医疗的进步，结合腹腔镜的微创，和疝气的手术哪来哪优化。疝气的微创手术，它属于是比较新兴的术式，跟那个传统的就是剖开的手术相比，它其实是用不同的手术平面去做这个疝气的修补。那主要提供了以下几个好处。那第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它因为是微创手术，所以说它的伤口呢会比较小。最大的伤口大概是1点多公分，而其他的这2个伤口大约是0.5公分不等，所以在伤口的美观度来说是比传统的剖开的手术来得比较好。那另外的话呢，如果说这个微创手术呢，它在处理这个双侧的疝气的话，它可以就是不用另外再创造新的创口是不是不用创造新的伤口不然传统的剖开手术，它就是等于2侧都要开一个5到7公分的伤口，所以针对这种双侧的这种疝气呢，这个微创手术提供的效益是远比传统的来得好。医师表示，不管是经过腹腔，或者是全腹膜外的疝气修补手术，虽然会用在降低手术后的慢性痛痛，不过透过腹腔镜的微创，病人必须要专心麻醉，因此较无适合高龄而且有侪种疾病的病人。而且部分的耗材或者是外膜嘛必须要自费。不过嘛有用过的患者，亲像画面上这名70多岁的高妈妈，伫个2月6号做疝气的微创手术，加长工就会用马上出院。到目前恢复的状况拢真好，院方嘛特别来献花祝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